鍾意呢條片，俾個 like 我啊！準備咗4股深色、淺色冷線、鈎針6mm，同埋一啲鈎織工具。而家係鈎織手勢，鈎一個弧結，鈎鎖針，鈎頭圍長度76個鎖針，用個扣扣住第一個鎖針，用個扣扣住最尾嗰個鎖針，度頭圍鎖針嘅長度51cm，V 字喺面，拉送條鎖針鏈，除咗個扣，唔好俾佢轉位置，喺裏面橫線裏山嗰邊篤落下邊嘅針窿度，穿落鈎針嗰度，拉緊條線，引拔，起立鎖針。呢個係第一針，起立鎖針，鈎第一針，第二針喺橫線裏山嗰邊鈎，篤落第一針嘅後半針，拉條線出嚟，篤落第二針，拉條線出嚟，鈎條線，一次過穿過晒3條線圈。呢個係短針合拼，用個扣扣住第一針。呢個係頭先個針窿，呢個下一針，篤落頭先嗰個針窿度，拉條線出嚟，喺下一針嗰度篤落去，拉條線出嚟，鈎條線，一次過穿晒3條線圈。呢個係短針合拼，鈎到尾，鈎75個短針合拼。呢個係頭先個針窿嚟嘅，即係第一行最尾個針窿，鈎一個短針，一共有76針。鈎針穿過短針2條線，攞條深色冷線出嚟，換線，喺第一行第一針，拉條線出嚟，引拔，撳實去。淺色嗰條線拉緊去，深色嗰條線拉緊去，將深色嗰條線撥去前邊，撳實去，鈎一個鎖針，呢個第一針，呢度第二針，篤落第一針度，拉條線出嚟，
喺下一針度篤落去，拉條線出嚟，勾條線出嚟，一次過穿晒3條線，用個扣扣住第一針，呢個頭先篤過個針窿，呢個下一針，篤落頭先嗰個針窿度，拉條線出嚟，喺下一針篤落去，拉條線出嚟，勾條線出嚟，一次過穿晒3條線。深色線頭拉上去，勾多幾針就唔會甩出嚟㗎喇。呢度係75個短針合拼，呢個係頭先嗰個針窿。勾一個短針，勾針穿過短針2條線，換條淺色線出嚟，呢個係第2行嘅第一針，篤落第一針，勾條淺色線出嚟，引拔，淺色線拉緊，深色線拉緊，用個扣扣住第一針，用個扣扣住最尾嗰一針，度下鎖針嘅頭圍長度25 cm， 度下76針嘅頭圍長度27 cm， 每行最尾勾一個短針，一行淺色，一行深色，隔住嚟勾。帽嘅高度根據自己尺寸而勾。深色線已經勾完啦，而家要隱藏條線。深色線尾拉上去，勾多幾針就唔會甩出嚟㗎喇。帽高長度勾到尾聲啦，篤落第一針，拉條線出嚟，引拔，拉緊佢，勾一個鎖針，斷線。呢啲係引拔針，呢行係短針。冇勾錯，冇漏針，冇多咗針，冇數錯，力度平均，係一條直線過嘅。度頭圍長度27 cm， 拉鬆咗度28 cm， 度帽嘅側邊高度24 cm，
帽嘅高度拉鬆嚟度26cm，帽嘅頂部縫合，攞中間位，側邊攞中間位，頭圍長度分4份攞中間位，有條線嘅係後面，依度係前面，喺側邊中間篤落去，攞條線，勾條線出嚟，打個裂，裏邊嗰條線，中間位，裏邊嗰條線，勾裏邊嗰條線，引拔，裏邊嗰條線，引拔，前邊有 V 字嘅，後邊係橫線。前面全項都係 V 字嘅，後面全項都係橫線嘅。勾引拔，用勾針將所有線勾晒入去，用針隱藏線。量度頭圍長度26cm， 量度帽嘅高度25cm， 重81克。多謝收睇。